今日呢经文是来到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5节。好，这段经文其实伊的写法这无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那用英文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这段经文有最的关系子句什么意思？这是咱汉语的句法无的啦。比如讲一个介简单的咧，你讲有一个穿红衫的人，摕一个物件互我，咱的讲法就是，都我讲的，有一个穿红衫的人摕物件互我，那英文就袂安尼讲，因为讲。这个人，who 后面就是关系子句。这个人是安啦？一个穿红衫的人。好，这个人摕物件互我，然后有一个关系子句去解释迄个人。我唔知你讲啥，你听有无？安尼的话伊用关系子句写的句子，伫咱的汉文被翻译起来的，变成这等，知影意思无？等到互你找无？主词伫堆，动词伫堆，受词伫堆，安尼好，所以无要紧，咱来用较简单的方法来讲今日这段一开始伊就讲着，伊讲19节，咱是靠，伊讲所以兄弟啊，咱伫耶稣的会，既然得到好大一笔胜数，好，咱要用较简单的话，就是讲，咱是靠耶稣基督的会，会当好大，进入至圣所，那个回忆一下咱的圣殿，圣殿内面的架构，上外口上大的空间，叫做外邦人院，记不记得？外邦人院的意思不是给外邦人来圣殿，不是那个不是外邦人来圣殿的地方，那是已经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不过这个人无行割礼，无遵守侪犹太教的譬如讲食物件的律例，不过因是有在照犹太教迄个精神、迄个教义在活的，他们会在外邦人院，不过因就袂当搁入去在外邦人院，来是外邦人院了是啥物货？就圣所了，不行啦！外邦人院来虎林人妇人院，查某人院，就是女生可以去的地方，妇人可以到的所在，个来的是安那？安那分查某的，就安那，都查甫以色列人院即摆以色列人院再进去就是祭司院，就是在献祭的所在，那个都还是户外即摆祭司院进去才是圣所，迄个敢若祭司会当入去的所在，不过嘛唔是所有的祭司拢会伫圣所内面服侍，大家安那，大家抽签，所以你有可能。祭司做一世人拢无抽到，因为耶稣迄个时代，祭司已经足济在圣殿服侍的祭司是很多的分成一年可以分成24班24班，所以伊一当敢若会当服侍差不多2礼拜外的时间，是你就知影会当伫圣所内面服侍，迄是爱抽签无容易。所以咱若看约翰福音，就知影迄个施洗约翰的爸爸，伊就是抽签入去，拄着天使总变 A 告，没影响，回去读圣经，好，来到了圣所，更加入去迄个是啥？至圣，用一个布幔围起来，内面是至圣所至圣所内面放啥物货？祭献所内面放啥物货？放约柜约柜内面放啥物？10条界的迄个板搁有啥？
这样讲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传统板跟亚兰的杖，够有人说会有一盘玛纳，玛纳好，约柜就是耶和华上帝讲，这是我甲恁弟弟一个记号，约柜，这是我的座位。迄个所在，敢若大祭司、大祭司只当，伫赎罪日会当入去，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进去。那你们可能会去想讲，哇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伊伫内面中风死去边啊？敢会当乌烟里面进去几个救？不行啊！规定只有谁？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万一他在里面从中风那边啦，所以大家绑一条丝在伊的脚领我猜应该还有绑个铃铛啦。你唔知影伫内面有咧行路，安尼轻空，若无声咧，就好甲拖出来好，咱若知影这整个它的圣殿的架构，就知影耶稣伊咧讲啥。伊讲这个时阵，咱伊讲会当靠着耶稣的话，已经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了。本来是干那上那个大祭司所以 OK 前有清楚是借着耶稣的话下一句伊个用另外一个讲法，伊讲上帝甲咱比办一条新个瓦。一条新个外的路，是从幔子经过的，从幔子，我讲过，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条，伊讲啥？这个名叫做19，帐，不是帐帘，帐帘一个幔子，一个布安尼伫耶稣殿是一个。断气的那一刹那，圣经有记载，迄个布断去，就再也没有隔绝了，断去。所以讲一条新个外路，这个路是经过这个幔子的然后下面个讲一句话，这个幔子就是什么？这个幔子是指什么？就是耶稣伊的身体。我们如果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讲，咱会当好大放心平安来到上帝面头前至圣所是靠着什么？第一个靠着耶稣的血，第二个靠着他的什么身体血你可以明白，因为耶稣基督流出伊的宝血，借着伊的身体的是他的身体的破碎，就跟那个幔子一样，怎么样？破碎了你也当，咱也当安尼来理解然后他下一句下面伊马上讲，咱即马有一个大祭司来管理上帝的家什么是上帝的家？在这里，上帝的家意思讲的就是上帝的百姓即马咱家基督徒，咱家上帝的百姓是有一个大祭司长祭司长来管理的所以会当互咱来亲近上帝，它可以让我们来亲近上帝。你会发现，即摆开始甲你看的圣经写无共款，我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做解说那伊即摆就讲我说的，他的一大堆关系子句跑出来了让我们来亲近上帝，以什么？用什么话来亲近上帝？伊讲的两项，以诚心诚实没有愧良知的心诚心甲充足的什么话？信心来亲近上帝伊不只是讲安尼用一个诚心真诚sincere heart 真诚的心甲迄个最充足的信心来亲近上帝以外，要阁互咱有一个清气无瑕疵的心甲身体，它的原文没有像我写那么简单。伊讲迄个心是安怎清气的？用嗅的，有无？你是人嗅心是要安怎嗅到清气啦？唔是啦，它的概念要知道，犹太人的祭祀就是我讲的迄个大祭司当一届赎罪日要去至圣所的时阵，伊爱喷火，
好，那一只牛犊的血会爱嗅会，所嗅到的所在就清气啊，安尼知无？好，所嗅到的所在就爱清气。所以如果你是从旁观者看，靠清气啊，垃圾个要死有没有？会安尼嗅了，会嗅了会臭呗？哦，你也觉得一定。其实整个圣殿虽然金碧辉煌哦，然后怎样？好到讲祭祀院是咧创啥？抬牛抬羊对不？吼，会老会呗？不只是抬，还个烧呢。燔祭嘛，要烧掉，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圣殿，一年365天哦，大家拢安尼抬烧，一定是安尼乌烟瘴气吼。不过那是圣殿，好，都嗅，这个心是安怎清气的？是嗅水，不是嗅水，嗅血，献祭的血清气。伊讲身躯是安怎清气？用水洗清气。好，所以你有看到那个心跟那个血对照，好多头前，你坦然会当去见上帝，是借着耶稣的什么血，甲伊的什么血身体，跟这是对照，安尼有清楚无？我要很简单讲这个，因为重点是两边，所以那安尼的话，伊讲咱即马得爱坚持，这坚定的来坚持咱所宣告的迄个望。好，我们的盼望，因为咱所迄个应允互人，互咱的迄个望的迄位是 faithful， 是信实的，是可以信任的。各位在我这里要留一点点讲一下这里。一般咱咧讲，咱相信上帝的时阵，咱相信耶稣基督的时阵，我们在讲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个信，其实重点比较放在我们这里。知我你讲下无？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知无？这一下话比较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咱爱相信上帝，唔叫有望。不过咱相信迄个对象是 faithful 的，是可信的。伊咧强调的是这，知影意思无？就是说，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是信实可靠的啦。你若相信一个信实可靠的对象，你就不会被辜负啦。知我咧讲啥无？你若相信我，就有可能失望，哈哈哈。不过你相信的对象是上帝的意思是讲，那个是可信的，安尼知无？所以你要坚持你的盼望，因为咱相信的对象是不会动摇的。他说话安那算话，安尼怎样？伊的重点看底下无？有时候咱基督徒咧讲信，我们在讲 believe in， 咱咧讲信的时阵，比较放在什么？我们好像是我们的信心啊，好像是我们相信。可是其实基础更较重要的是，咱信的对象是安那？是有信实的哈，这是这个经文要强调的。好，讲到这，我要甲今日这段经文19到25节，我要做一个结构的解释哈。什么意思？这段经文的结构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告诉你，咱是承接恩典的人。我们承接了什么恩典？他都讲的，耶稣基督的血甲伊的身体，所以咱会当好胆来到上帝面头前。我们是承受恩典的人，咱敢有做啥物代志？咱敢有做啥物代志啦？无啦，这个是恩典，咱是承受恩典的人。然后第二个结构，这个结构第二个部分，咱是安那？咱得爱回应，用咱的性命生活来回应这个恩典。还没有讲。那这边到此为止是讲头前，我们承受的恩典，咱会当来到好胆来到上帝面头前，是照着耶稣的血甲伊的身躯。这是这里。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部分。既然咱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咱应该要用咱的性命、咱的生活来安那回应。然后呢，才是这段经文第3点的重点。你若要互你的生活
以其维持，会当回应上帝，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讲，你若要会当回应上帝，用你的生活回应上帝，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是第3部分。好，咱大家来看哈。所以来，再讲第2部分，基本下来，你要安怎回应这个稳定？就是基督徒啊，你是上帝的百姓，你要怎么回应刚刚这个恩典？盖前册，一共恁大安呐？这是第几节去了？24节哈，各大家3罐果，哈，爱来激起恁的仁爱，你的疼心。第3，大家安呐？行好，好，就是说，基督徒，你搞清楚哦，今天不是你行好，你这有疼心，你会当3罐果。所以上帝给你这个稳定，刚好相反，是什么？上帝先给咱这个稳定，会当坦然来到上帝的面头前，这是一个大的稳定。所以咱即马爱用咱的生活、咱的性命来安那来回应。好，我无爱解说这，好，咱这讲这句啊，彼此相爱，互相眷顾，爱行好事，有没有问题？这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啦，哈，虽然做不到，可是这里没有问题，了解对不？对理解来讲无问题。我要讲第3个部分，好，你为了要能够彼此相顾，爱相疼，爱激发迄个疼心，爱行好事。为了要这么做，就是这个经文今天的重点，就说你们唔通安啦。唔通放耍吼，就是耍去啊！唔通放耍你的聚会，唔通亲像遐已经拢习惯无爱来聚会的人，吼啊！顶倒爱安那，互相宽免，宽免什么代志？爱聚会，吼！而且你爱知影，迄个日子近啊，倒一个日子，乐透要开奖的日子嘛，倒一个日子啦。哈，主要较来，要到主搁来的日子已经到啊，就爱搁较安那啊，彼此宽免，爱聚会，奇怪呢？伊毋是讲来，伊毋是安尼讲哦。迄个既然知影迄个日子搁较临近啊，所以就爱传福音。伊若安尼讲，敢会怪怪，会袂？咱基督徒毋是爱传福音，毋是的。伊讲在安那聚会，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聚会那么重要？这个聚会包括啥？这个聚会包括啥啦？基督徒，恁聚会包括啥物会？所以你拢无咧聚会吗？嗱，咱基督徒的组织的聚会包括哪几种？系啊，主日礼拜啊，还有啥？啊？祷告会啦，查经班、团契聚会，无恁是拢有无啊？拢讲无出来。哇，是安怎伊咧讲聚会遐尼重要啊？这个聚会目的是啥？各位兄弟，聚会目的是啥？你们今天都没人要理我。聚会的目的是啥物会？互相宽免。你要用圣经的话又回答我了哈。聚会目的是啥？好，来，咱来问，敢袂使安尼吗？咱敢袂使安尼吗？我敢袂当伫厝里看电视礼拜吗？毋是有啥物 good 啥物会 ？Good TV。虽然遐牧师讲得查，但牧师查得济。毋过说袂当伫电视顶内面做礼拜，会使袂？我敢袂当伫厝里哇，家己祈祷就好，袂使袂？会使袂？我跟我的老婆、儿子、女儿一起祷告啊，我跟我的猫狗一起祷告，说袂使？会使袂啦？我敢袂当伫厝里个读圣经？是安怎爱聚会？为什么聚会那么重要？你若讲袂出来，真正会刷去呢。
会放刷恁的聚会呢？亲像遐已经习惯无聚会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聚会那么重要？很浪费时间，你袂感觉吗？那无我这个时阵会当去创啊，打篮球啊。各位兄弟，你们现在在思考，还在发呆？为什么聚会遐尼重要？各位兄弟，我给你一个回答，是我的看法，是我的看法，就是聚会是要帮助基督徒伫生活顶面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哪一个才是重点？是聚会是重点，还是你的生活是重点？想一下哦，聚会是要为着要帮助你、咱伫咱的生活顶面做啥物代志？做遮个代志。所以聚会较重要，还是你的生活较重要？莫讲重要，聚会是重点，还是你的生活是重点？生活才是重点哦，各位兄弟。你的日常生活才是重点哦。好，聚会是一个宗教活动，这个宗教活动是要帮助咱会当伫咱的生活活出迄个上帝所仰望迄个款式。我有讲清楚吗？刚刚整个经文都在讲聚会重要，对不？不过其实伊的重要的所在，是因为伊要帮助咱伫咱的生活。过出迄个水，上帝所欢喜对人有利的生活的款式，所以重点反而在哪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还要搁强调一下，各位兄弟，什么叫做敬虔的基督徒？什么叫做敬虔的基督徒？不是伊伫宗教行为，搁听清楚，不是伊伫宗教行为时阵该安那？盖属灵哦盖安那很虔诚的样子，不是。迄个敬虔的基督徒，顶多是展现在什么时候？伫日常的生活，甲人的应对进退、处理代志的态度甲方法，来显明伊是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生活不是呈现伫你的宗教活动，知影意思不？宗教的活动是最好装的，最好伪装的，知无？看你那些闭目沉思，其实你是在困，安尼吼。宗教的活动，它反而不是重点，重点是咱的 everyday life， 伫咱的日常的生活，甲人的直接，这是咱基督徒要显明咱的生命的水的所在。所以为什么聚会重要？安尼来讲啦，你若是，咱若是认真的基督徒，则想要伫咱的生活活出迄种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款式。你就会想来要来聚会啦，听懂我的意思吗？举个例，假设聚会是跆拳道的道馆，你如果想要，这个例子不对。如果你想要在路上打跆拳打赢人家，随便打架打人家，你会不会想回道馆练习？不会哦。不会，你在路上就打输啦。你知影我的意思不？所以我说举这个例子真烂。就是讲，你若要伫生活有好的表现，其实你会想要聚会、学习、互相劝勉、激发迄个疼心，因为无容易。各位兄弟，因为咱基督徒要活伫世上，无照世界的法度甲伊的价值。咱伫世界要活出上帝国的价值甲伊的法度，无容易。听懂我的意思吗？咱习惯入境安那，
随俗啊！咱若要伫世界活出上帝的款式，会互人看哪？奇怪，而且反而会认为我们在威胁基督徒。你的存在对世界来讲是威胁，你知影无？所以你也受苦嘛，所以你才会受苦嘛。耶稣我们家讲，基督徒你们在世上会有欢乐，不是啦，会有什么苦难，还是会有卓越，会有幸福小组，笑会有什么苦难？啊，你无代无志，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你要伫世界活出迄个上帝国无共款，甲世界无共款的迄个价值甲款式，你就会有苦难。所以你认为咱较有可能认为讲，基督徒咱伫世界生活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咱若要照世界的法度来活，安尼就容易啊。咱的困难是咱要伫世界活出上帝国无共款的价值，所以无容易啊。无容易，你就会想要安那？其实你是要听想要放弃安尼是无？不是啦，无容易，你会想要自毁，甲你的信用群体三个斗阵，得到快乐，得到扶持，啊，得到迄个疼会当伫你的日常生活甲挖出来，听懂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在教会被我看到你会是一个奇怪的基督徒。啊，你开始常常伫教会，其实你应该常常伫对，对不对？伫你的生活较对啊，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啦？靠这款无书啊！所有教会的聚会，就是要帮助你伫世界活出水的生活。基督徒。咱活出迄个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生活，才是上帝互咱伫这个世上的目的。这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活着。可是是活上帝国的什么？款式，这是基督徒唯一的目的。咱会当喘气，会当会延续咱的性命，放伫这个世上，就是活咧，活着。互这个世界看到讲，哇，这群人安那无共款。啊，这群人伊的活咧，伊是会甘愿家己受苦，用疼，真做毋望的记号。这群人活咧，毋是专门要互人受苦的。安尼了解无？他不是活着，我为了要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就专门让人家受苦。不是，谁受苦？家己受苦，这个才是基督徒的样式。伫这个世界，1998年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工作是迄个系统分析师。你若爱唱迄个卡拉 OK 你就知影有一个迄个专门做我迄个时代是放迄个VHS 放。卡带，我迄个公司就是咧做这它叫启航国际。你若古早迄个歌出来，之前拢有一只船安尼，启航国际安尼，有没有印象啦？有一艘轮船启航国际，我就在那边做事的等于是我的公司是咧做卡拉 OK 所有的歌啦，那个是流氓开的啦，那个歌他要绑歌啊。他会花好几千万把这个歌的版权怎么样绑下来？全国的卡拉 OK 哪边绑的那？要给钱给我，我才给你袋子，你才可以放你一定不可以买一个，你要买很多个，因为以前唱卡拉 OK 要等歌，有没有？人家笑脸，你知道什么叫等歌啦？鬼爱等歌有没有？等歌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卡带人家在唱啦，人家在唱，你知道怎么样？等歌啦那我在做的，就是要互咱卖等歌啦。我做的是 video on demand 就是要甲用变做，英国是类比，甲变做数位即摆你就当一个档案就会当互所有的厢房会当同时唱，安尼知无？我迄古早的时代可能同时唱这个钱柜只有买10个卡带，就只能同时放什么？放给时间，安尼知意思无？
哎，我在卡拉 OK 的公司上班呢，我在那边上班了2、3年，我跟我的同事只唱1次卡拉 OK， 为什么？因为周间其他的时间都在教会，圣歌队练习、查经班、祷告会，而且去2间教会，哦，所以排得满满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都在哪里？都在教会。还得下班董事长，陈师好，咱来唱歌。袂使，我爱去带查经班。好，陈师好，来唱歌，来讲物件。袂使。好，问久了，人家还问不问你？就不邀你啦哈。上悲惨的一届，我记到现在哈，真的是记到现在。那